歡迎嚟到深度時事頻道。今集我哋要講嘅係一個發生喺2026年震驚全球嘅印度極端高溫危機。一個14億人嘅國家喺短短幾個月之內變成咗一座人間煉獄，馬路軟化到行唔到，鐵軌熱到彎曲，水龍頭出嚟嘅水係滾燙嘅，而人就咁樣一個熱死。呢個故事唔單止係天災，更加係一場人禍。今日我哋唔單止講高溫，仲會深入剖析點解一個國家會淪落到咁嘅地步，同埋警惕大家氣候變化已經唔再係遠方嘅新聞。印度係南亞最大嘅國家，人口超過14億，係世界上人口最多嘅國家。佢哋有古老嘅文明，有繁忙嘅城市，有廣闊嘅農田，但係而家佢哋更出名嘅身份係全球嘅火爐。每年3月到6月，南亞西南季風來臨之前，印度本來就會進入熱季，但係2026年呢一輪熱浪已經唔係普通嘅熱，係致命嘅熱。入到5月中下旬，印度北部同中部嘅平原地區氣溫全面突破45°C，首都新德里46.2度，北方邦班達縣更加去到48.2度。刷新咗1951年以嚟嘅歷史紀錄。最離譜嘅係喺5月下旬熱浪最頂峰嗰陣，全球氣溫最高嘅100座城市入面，有98座位於印度，等於話全球嘅熱點幾乎全部集中喺一個國家。你知唔知48度係咩概念？人體正常體溫37度，發燒到39度已經好辛苦，而家室外氣溫48度。即係話你出門口就係走進一個比你發高燒仲要高9度嘅環境，你皮膚接觸到嘅空氣係燙嘅，你呼吸落去嘅係熱風。一位喺北方邦做珠寶生意嘅人講過，佢每日早上6點就要出門，因為上午10點之後班達縣就會變成一座空城。起初仲見到1、2個人喺出面行，跟住太陽愈升愈高，街道上就只剩低寂靜。咁到底有幾多人因為呢場熱浪而送命？印度官方統計話，高溫季節有時只記錄到幾百個中暑死亡人數，但係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做咗一個研究，佢哋分析咗10座印度城市嘅氣溫、空調普及率同中暑死亡數據，得出嘅結論非常震撼。佢哋估計，單單一日嘅極端高溫，全印度平均就會造成約3400宗超額死亡。如果熱浪持續5日，超額死亡人數會接近3萬人嘅，等於係一個中小型城市嘅人口。點解官方數字同研究數字差咁遠？因為好多同高溫相關嘅死亡，例如心臟病發、腎衰竭、呼吸困難，根本就冇被歸類為中暑死亡。醫院記錄只寫咗心臟病，但冇人會追問佢點解會喺呢個時候心臟病發。世界衛生組織前首席科學家蘇米亞斯瓦米納坦都講咗，印度而家記錄嘅溫度已經逼近人類可耐受嘅極限，對生命同生計都構成嚴重威脅。咁你會問，咁熱開冷氣咪得咯？問題係印度人根本冇冷氣開。國際能源署嘅數據話，截至2024年，印度全國14億人，只有9400萬台空調，普及率不足10%，而喺農村地區，空調擁有率僅得1%。1%呀，即係話100戶人入面只有1戶有冷氣，其餘99戶喺48度嘅高溫下要靠吊扇、手藥扇或者唔通風嘅屋企捱過嚟。就算你有錢買到冷氣，都唔代表你可以涼快，因為印度嘅電力系統根本承受唔到高溫期間嘅用電需求。5月21號下晝3點45分，印度全國用電峰值達到270.82吉瓦，連續第4日刷新歷史紀錄。電網長期超負荷運行，變壓器燒毀，電線熔斷，大規模跳閘停電。印度平均每月停電14次。新德里等大城市每日都要輪流停電1到4小時，而喺農村同低收入社區，一停就係幾個鐘，
甚至10個鐘。停電嘅時候，室內即刻變成蒸籠。就算你原本有少少涼快，冷氣一停，溫度喺幾分鐘之內就飆升。夜晚嘅室內溫度仲維持喺47度左右，人根本冇辦法瞓。有調查顯示，超過80%嘅印度人喺高溫期間經歷過睡眠障礙，27%頻繁失眠，8%完全瞓唔到。超過90%嘅人話工作效率大幅下降，69%嘅人情緒受到影響，25%更係經常性嘅情緒問題。但最慘嘅係嗰啲冇得揀嘅人。印度近90%嘅勞動力從事非正規就業，大部分人都冇勞動合同，冇勞動保障，靠戶外日薪維持生活。佢哋係農民、建築工人、小販、清潔工，停手就停口，唔出工就冇飯開。所以就算氣溫48度，佢哋都係要出門，都要喺烈日下做嘢。醫院入面脫水、中暑、腎臟相關疾病嘅病人數量不斷上升，尤其係嗰啲住喺冇冷氣、冇可靠電力嘅多人口家庭入面嘅人。高溫仲引發咗連鎖嘅社會危機。水資源方面，印度首都圈主要水源阿穆納河水位急劇下降，核心水廠產能被迫減半，新德里同周邊區域斷水狀態已經持續咗數十日。有啲醫療機構因為供水短缺影響到正常運作。農業方面，高溫導致農田乾裂，農作物生長嚴重受損。農業佔印度 GDP 約18%，吸納咗約60%嘅勞動力。高溫減產唔單止影響國內糧食供應，仲會推高糧價，加劇通脹壓力。而經濟層面，已經有多家國際投行下調咗印度2026年嘅經濟增長預期，將極端高溫同基建脆弱列為核心利空因素。咁點解印度會熱到咁誇張？除咗全球氣候變暖呢個大背景，印度本身嘅地理環境都係關鍵。北邊嘅喜馬拉雅山脈就好似一堵唔透風嘅巨牆，擋住咗北方涼爽空氣南下。而恒河平原嘅地形低洼，西邊有蘇萊曼山脈，北邊有喜馬拉雅山脈，形成咗一個巨大嘅半封閉槽狀地形，強烈嘅下沉氣流，高濕度，加上空氣冇辦法對流散熱，熱量就喺平原上不斷聚集，形成熱穹頂效應。再加上城市熱島效應，白天太陽將地面曬到滾燙，入夜之後，城市建築物同馬路繼續釋放熱量，凌晨溫度都仲高過35度。印度人24小時都浸泡喺高溫煉獄入面。聯合國大學嘅報告更係預測，如果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繼續維持而家嘅水平，到2076年，印度將有超過60%嘅國土面積喺夏季經歷致命高溫，區域日均最高氣溫超過45度，單點極端最高氣溫將突破55度。55度，到嗰個時候，印度會變成點？我哋唔敢想象。而家我哋要深入探討一個問題，係咩令到一個14億人嘅國家喺高溫面前完全無力招架？講到底，印度嘅高溫困局唔單止係天災，仲係人禍。政府長期以來缺乏清晰嘅中暑死亡數據，對極端高溫問題嘅嚴重性認識不足，電網基礎設施陳舊，各邦之間為咗水資源爭拗不斷，調水項目非常艱難，聯邦制下嘅邦權至上意識，令到全國統一應對災害變得困難。而對於一個14億人嘅國家嚟講，提升基建、建設預警系統、完善醫療體系都係龐大嘅工程。但如果唔做，每年夏天嘅代價就係數以萬計嘅人命。呢個故事令人心痛，亦都令人反思。喺我哋開住冷氣、飲住凍嘢嘅同時，地球另一面有數以億計嘅人，正喺度為咗唔熱死而掙扎。
氣候變化唔再係遠方嘅新聞，而係實實在在影響住人命嘅危機。今日嘅印度可能係明日嘅任何個地方。正向面對環境問題可以使人進步，但忽視環境問題亦可以擊垮一個國家。影響嘅唔止係自己，甚至係身邊嘅家人同朋友，甚至係一個無辜嘅陌生人。由此可見，從小學習健康而合適嘅方法去面對環境問題尤其重要。多謝收看今集嘅深度時事。如果你對呢類事件或者氣候問題有咩睇法，歡迎喺下面留言同我哋分享。記得訂閱同開啟通知。我哋下集見。